呢間都已經賣咗啦。喺大良呢啲炒家貨真係好賣啊！開年之後，大良同埋用貴嘅炒家貨市場真係差天共地。大良年前喺推出嚟呢啲貨，全部都已經賣晒啦。基本上剩低嘅都係唔係好多。我將呢啲屋發俾之前喺過年之前一直猶豫緊嘅客戶，話俾佢知已經買咗。佢哋都話乜咁快嘅？真定假？有冇可能賣得咁快啊？呢啲單價威翻上嚟5萬蚊左右嘅地價，係唔係真係賣得咁快呢？講真嗰句，市場就係咁火爆，一件都冇，全部賣晒啦。我計條數，呢啲屋利潤都係可觀嘅，但冇辦法，人嚟揾錢係應該嘅，人嚟夠大膽，人嚟識睇嘅市場，人嚟轉盤轉得快。之前去主攻商品貨嘅，而家主攻單價獨戶，而且係入咗大量嘅市場。未來順德基本上每個鎮街都會有啲炒家貨，而且係會拉高當地嘅自建貨嘅一個售價。如果你都有資金，你亦都想通過呢方面去揾錢嘅話，呢4個鎮街你去留意一下。呢4個鎮街暫時未有炒家入去，如果你都有膽識，順德呢4個鎮街你去留意一下，機會就喺眼前。邊4個鎮街呢？倫教、辣撈、樂涌、龍崗呢4個鎮街。點解話呢4個鎮街可以玩呢？嗱，同大家分析下。倫教雖然人口唔多，冇雍貴咁多人口，但係倫教勝在地理位置靚，佢夾咗喺北滘同埋大良之間，而且倫教係比雍貴更有優勢。倫教係通咗地鐵，所以咧好多廣州嘅客戶同埋一啲北滘嘅客戶、禪城嘅客戶都可以買到倫教嘅樓。所以我斷定啊，如果喺倫教出呢啲貨嘅話，佢可能會比雍貴仲賣得更高價錢。第二個辣撈呢係順德裏邊喺早期嚟講係小企業係住到一個鎮街嚟嘅，所以啊你唔好忽視辣撈嘅一個市場。辣撈好多廠二代啊，佢嚟依家先係可以話事有決策權嘅。喺辣撈鎮面，如果你揾到一啲靚嘅地皮，起到咁靚嘅單價，辣撈一啲廠二代係會去賣單嘅。第三個龍崗，即係龍崗可以同埋樂涌一齊去講嘅，因為佢哋兩個性質都一樣。佢哋係一個製造業嘅大鎮，龍崗係做家具，樂涌係銷售家具，呢啲好文明嘅。而且龍崗同埋樂涌佢有一個優勢，就係佢人口夠晒多，外來人口多，同埋一啲企業家亦都多嘅。而且呢，佢係靠近禪城、佛山嗰邊，有好多佛山啊，例如千燈湖板塊一啲客戶啊，佢係買唔到嗰邊嘅自建貨，佢係會去樂涌同埋龍崗肯買嘅。如果呢兩個鎮街肯對比嘅話，我覺得樂涌更有優勢。嗰個朋友問我啊，均安、恆泰呢啲鎮街可唔可以入手呢？我只可以同你講，均安呢就盡量唔好入手。均安呢只係適合住，但係呢，如果你起咗呢啲炒家貨出嚟，佢個價錢基本上係買唔到好理想嘅價錢嘅。恆泰呢可能要睇，要等高新區呢邊嘅一啲企業真係做到風生水起嘅時候，你先考慮恆泰一個板塊。恆泰其實係有市場嘅，但係需要等，唔好咁快入手住。當然啦，如果你想為咗日後恆泰肯鋪派嘅話，依家可以入手一啲恆泰嘅地皮，到3-4年之後再去起，亦都係可以選擇嘅。消息話俾你知啦，分析都同你分析過啦。你想揾錢嘅話，就盡快出手，因為我知道啲炒家未來呢1-2年肯定會佈局倫教同埋辣撈呢個市場㗎啦。如果你都有諗法嘅話，不妨大家一齊去研究一下。